小龍，今日帶我邊度食嘢啊？你睇呢度幾多荔枝柴燒鵝，嚟到中山梗係要試下正宗嘅荔枝柴燒鵝啦！嚟跟我過嚟睇，呢個餸咧就叫金鐘罩荔枝柴燒鵝。你睇啲燒鵝嘅皮燒到幾咁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大行價錢嘅老油小龍，升級廚房之旅即刻為大家開箱。金鐘罩荔枝柴燒鵝，果木香滲入鵝肉，鵝皮焦香油亮，油汁豐盈，係中山宴席嘅經典硬菜啊！獨創真味雞，雞皮爽脆，雞肉鮮嫩入味。東南亞咖喱鍋巴，鍋巴炸至酥脆金黃墊底，再淋上咖喱汁，鋪上切片鮑魚、蝦仁、清口魷魚，味道鹹鮮濃郁。Hello， 大家好！我哋今次嚟到新會，帶大家參觀2026年5月份全新開業嘅浩峰溫德姆酒店客房。酒店樓下有商場啦、KTV 啦，同埋超市啦，其實行街都幾方便下㗎。花菇靠18頭南非乾包，矜貴嘅乾包同厚身花菇長時間扣炆，鮮香無郁，包肉彈牙。黑白雲耳蒸大龍躉，肉質雪白幼滑，真係原汁原味，盡顯海鮮嘅鮮味啊！黯然銷魂叉，物質濃潤，入口甘香又銷魂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！今次我哋嚟到江門，帶大家品嚐下江門人氣No.1嘅私房菜。台山五味鵝集酸甜鹹香鮮五味，鵝肉緊實，肥而不膩，連骨頭都夠晒入味啊！道丸涼瓜牛肉羹採用正宗道丸嘅靚涼瓜，肉口小渣，再搭配鮮嫩牛肉粉成羹，甘香味苦，開胃潤喉。網紅菠蘿包外皮酥化，內裏鬆軟，入邊仲有神灣菠蘿添。